欢迎收看《后山海上股》，有我大家好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土司总阿总股吼。希望大家好，平常时应该会多往菜市场做乜嘅咧？因為咧下後生人吼，太快都去往乜嘅生鮮超市啊、太賣場呢條地方，因為生活嘅習慣有改變。唔過喺菜市場嘅時節，接上咩讀到當便宜嘅東西，韓國嘅搶菜咩東西，當到高山嘅小農自家耕種、自家來賣，當便宜有當時。後生人對往菜市場嘅時節，到底佢哋會注意哪一條嘅地方，哪一條嘅便宜嘅東西有好賣咧？今日你邀請到後生人老大家講，到菜市場用板來上前，眾長來歡迎。好，第一首嘅小歌就係志怡。大家好，我是青蒿市市場賣菜嘅小資女志怡。小資女志怡，古時候就係冇錢嘅人啊，係咪？全腔好。第一首老太家小歌就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東校皮的媽媽往菜市場嘅家家李家。哦，相當李家，古時候老媽媽嘅感情真好，接上跳下孝順嘅人啊，都要孝啦。第三首係老太家小歌係白強。大家好，我唔係小資女，我係大直男嘅白強。好不好笑？謝謝。好，第四首係小歌就係慧卿。大家好，我係慧卿，我東校係市場地度熱播。到市場地度接上嚟熱到天都嘅播吼，等下來講熱到乜嘅播吼。最尾嘅老太家小歌係小鳳。大家好，我係當隻老嘅本用鄉下去昂市場嘅小鳳。好，老本用嘅感情當吼，未來會老冇嘅鄉下昂市場。其實你係咪要帶佢去啊？土記去認識嘛，搞很多菜市場係咩？因為帶佢去咩？嗬，我要當到阿婆啊，嗬，我要當到阿姨啊。係冇。係我講。東校持家草嘛？咩？唔是持家哦，東西就話說啊，來要不妹妹食。中意吼，等下就講吼，到底冇嘅去市場要得到乜嘅好處吼？加有講到吼，你往市場一般講啊，賣青菜啦，賣果子啦，賣食嘅東西難得插貨啦。除咗呢條以外，你去市場行到底會做乜嘅？還有買乜嘅東西要回去？從我以前從賣菜、賣水果、賣食，你係一定愛嘛？係啊。韓國我會賣嘅是係平常時會用到嘅日常生活用品，比如講做下當會用到嘅東西，聽清楚啊！盤蘿蔔的盤碗，還有杯啊！盤蘿蔔咧用翻譯來講是鍋碗瓢盆的意思啦。係，所以呢啲東西我都會到市場買，其實買到嘅咪以後用。誒，真嘅，我接種咩老阿美鄉下去嘅市場托嘅盤頭八嚟啦，NC 嘅人講盤頭八嚟咁樣嘛，嘅至於你到市場可以買乜嘅？我會去看嘅洗擦貨啊，還有叫木台，還有乜嘅細細嘅種子誒，所以轉來買咗去做成自家喜歡嘅東西。跟按槍數按歪呢？自家 DIY，係我自家 DIY，客家好興趣，客家好興趣，我自己頭唔落去，還有你自家自稱自己係客家好興趣，梗係出去啦嗬。所以老媽媽講唔是少，唔是少，俾你去隔離都菜市場會通埋嘅東西。你東校皮的媽媽鄉下來往菜市場，除咗賣菜，還有加下飛行啊，自己講嘅買日常生活嘅東西啊，小物品啊。唔過我青校買嘅就係藍搭嘅，雖然係集齊品啊，唔過價格實體就吃到東校生嘅地方，又便宜。係，韓國唔知大家有啲菜市場買到嘅雙保暖冇？雙保暖用婆嘅。冇唔錯，係佢菜市場地度啊，就接上款嘅度，故所我知道一條東西都係我接上會買嘅啦。哦，還有嘅就係有牌嘅本人見過嘅衫褲，嘅正牌嘅衫褲啊、包包啊、卡邦嘅條應該去動俗嗬。真件同新嘅貨喎，就係接上我看到嘢衫啊，係個有牌嘅，唔過本人見體嘅，1折而已，可能6000塊變到200塊，按用聽。係啊，真件當便宜，小資女。出太靚條以外，個學校地度買嘅東西，有，我還有買嘅練功夫。練功夫嘛，嘅東西。練功夫其實就係有裙嚟嘅種嘅，韻律褲。廣場大媽做嘅。對，韻律褲
啦，因为懂便宜，跟品质又懂好啊，哈，我说不过菜市场买韵律裤啊、练功夫啊、运动裤啦，对啊。跟除了买冷搭的以外啊，还有买衫褲啊、買褲啊，還有買嘅用嘅東西以外，百強有買過買嘅東西到菜市場。哦，你問題吼，我是為問大家問題咯。哦，你係主持人來來了。我建議吼，做呢當正事吼，就燃刀嗎？不予置評啊，不予置評。肉當然沒肉。有點悲啦哈。喊走的，喊走的。我會請大家吼猜猜看，我貴姓吼幾多錢？發幾多錢？對了嘅，加古啊，西裝、蛇皮咯啊，地波啊，又富誒，又海上啊。海咩黑嘛？拍點油嘛，拍點油算嘛？沒有，不算。哦，藝團應該要5000幾元哦。5000哦，6000，知道1500啊，6000。你動地哦，動了解愛哦。應該就攞去用下王思聰啊。你啊皮海哦，到西窗賣哦，是愛600 Q， 600瓶，真係都便宜呢。還就倆吼，凍好款嘅4P內哦，4P內哦，2兩是愛1000 Q。2兩1000，冬便宜2兩。對，我一次買4件，100因為凍便宜啊，也多賣4兩。嘿，還就倆帶上是愛100 Q。哇塞！那 CP 值真緊凍過呢，看起來完全唔像菜市場賣到。嘿，很係呢，我做倆吊上服吼，去做唔啲哦，就幾多個主持個窗吼，幾吊吼為我傳進了凍到個錢，我是會花一點點錢賺很多錢來用。真緊吼，冇人發現你喺菜市場買係冇？係啊，因為吼做上服啊，很愛狂音啦。好，謝謝，愛你先弄大家。好，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，謝謝。唔成功啦。哇，不過講到真緊啊，咱白天看到真緊啊，唔像嘅菜市場買很便宜啊，本傳到嫩吼，富台當沖係麼？係啊，嘅資源哦。像我平常時on個菜市場啊，每請下老媽媽強下去，給我媽媽親愛去獻東西，像佢就有買一隻麒麟肉嘅都錢筒本來。麒麟肉嘅都錢筒，很可愛。麒麟肉那有水鳳色。冇啦，我抽也係牛誒吧？你係驢子吧？也係驢子嘿。你係驢啊？唔抽腰。片啊？充電係等一下冇？等一下。唔講唔係麒麟肉。即係佢叫佢按多係咪？好，唔得要團，你係幾多錢？你係肥嘅哦。哦，你經過300。300唔係？唔敢講150，冇唔錯，150唔講150係1隻係2隻，嗰時我係買2隻係1堆嘅。切成5條添。係，夾不用係鬆型嘅啊。幾塑膠做呀？咩係嘢？哇！這個出來了，原來還有買咁多東西。還有厲害嘅來咧，用誒，你啊，京劇臉譜嘅胸橋咩？胸橋嘛，都係用相片嘅啦。要幾多錢？啲係銀啲媽媽送嚟嘅。可能佢咩係賣貴嘅，唔講喺菜市場買到啦，係。介紹課，你到菜市場有買過買嘅 CP 值千個嘅東西。像家下記得講嘅東西，咩一天話要買過啦，啊我也下有新發現到就講新型嘅衫褲。係啦，因為人嘅買嘛按色，嗰種咧下習慣都相機。係啊，像新型嘅衫嘅嚇，你知道講1兩100 K， 冇就150、200 K 嘛。唔過我讀到嘅換季家下有冇？佢就對我講。我只家去變，佢咪講大量衫褲嘛個 size 就有，跟連買換季家，跟1兩50 K 天天咧。哇！係啊，你去買50 K 係台幣也係美金。台灣的市場，台幣。係新嘅。是咩啊？只是講佢因為佢咩大量就有 size 嘅，啊佢原本可能1兩係賣100塊200塊，好佢貴到係用你幾多人去家去掏。係啊，我就千萬股拿傻啲結帳500 K 天天。送年咩做好款？係啊，新年咩做嘅，嗰還有就係新年嘅教嘅嘅益智嘅。哦，益智書啦。啟蒙童書，就把甜筒啊，嗰種可能喺窗戶有冇？嗰度你按你打開來，好嗰窗戶底部就可能話有小孩子，就公主，咁把甜筒嘅書，唔過佢一本啊，賣50 K，唔過唔總唔得單槍買一本，佢係100就一多本3本，係，佢係3本啊，然後佢包強下，然後就有槍嘅太賣從以量制價概念嗬，係，你嘅買一本可能差唔多，我幫買差唔多80塊，我就100 K。
啊，其他的3本包强哈，因为其新的东西出来，其气味要加加买提去，系其就将手拿到市场来加加。加加来炖的火加加出体。嘿，啊，我那有肚肚咩吼，我就要加加买起啦，因为生意的温薯温冻夹。系啊，温薯老温面叫用。差绵绵啊，不好意思。系明白，细细家下做的安尼啊，等到大家就去图书馆嘛，啊，就知道呀，市场咩吼。有常时爱碰运气，有肚肚就加加买起。你王小凤正经会酸又会醋，哪面唔会温番薯嘅？谢谢谢谢。你去家手动好皮咧妈妈红丝虫嘛，唔讲呢，爱呢。迄个爱去家去用的时间，爱动好用的2手市集。2手嘿，2手市集爱动好去，都也还喊迄动好去。跟什么差不多哈？哎呦，就因为二手市集啊，有一半爱就看到伊个百货公司，底边都迄爱动好嘅牌诶，我都海尔斯，根本应该有带哦。哎呦，大家可能无谈过，不过嗰时阵爱就看到呀，轻枪轻贵呢，动贵嘅百货公司买真件几千块，哦，千高块啊，千高块。唔过我哋呢这个2手市集啊，看到呀吼，还个全新嘅哦，他们看到几多钱？200。百货公司都1000块了，最少没爱5折500块吧，500块。涨100块，听听，哇，真件都便宜，韩国系全新嘅有正品哦，韩国几无啦，几色吼，有黑嘛嘅 Tiffany 绿啊，限量，东4行嘅，嗰个时就吃到，哇，眼飲到爆咧，都。百貨公司賣1000塊哦。係啊，真平。跟迄因為永久唔會面，冇做唔會爛。呀，這件用嘅差唔多有半年咧，半年用嘅當久咧。我哋先好去用嘅2手市集，韓國有飲到1兩。厲害來嘅，3副15塊。哇！咁早嚟做？你幾有問題？ 3副15塊，對啊，韓州嚟做啊，係要做。冇啦，你自己吼，迄你客家好心橋、權腔、自家。那自己我記得咯，之前咧最貴哦，跟住15條可能喺邊咧搏下。因為生意了。出體咧就以外吼，你平常時對菜市場地度，可能還會托其他嘅東西，都帶到菜市場地度用辦托東西，用辦來上錢。你先聊一下，等下再來繼續來講了。我是先買過嘅金頭頭2隻，試看看幾多錢？2隻枕頭頭，2個枕頭頭，1隻100塊啦，2隻，100塊嘅品質應該唔好，品質較好嘅可能2隻枕頭頭出500個，我講真嘅。我先買過2隻50元嘅枕頭頭。你係咪買到唔好嘅爛貨？唔係。歡迎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嚇，假如講到大家都買到當到 CP 值超高嘅東西，談講飛禽嚇，平常是水木用嘅東西，咩有 CP 值高嘅東西哦，用買買得到咯。我是都推薦買過。比如講，你我本買個床罩組啊，可能貴組可能2、3千塊，還算便宜嘛。最少哈，嘅電視購物哈，沒有1800塊。哦，1800塊。買過。有買下。有。我是先買過嘅枕頭頭2隻，試看看幾多錢？2隻枕頭頭，2個枕頭頭，1隻100塊啦，2隻，100塊嘅品質應該唔好，品質較好嘅可能2隻枕頭頭出500個，我講真嘅。我先買過2隻50元嘅枕頭頭。你係咪買到唔好嘅爛貨？唔係，佢係個布那個布邊。就是佢做嘅查嘅扁筍料啦，扁筍料嚟。佢用嘅做，所以個品質當好。我一度賣20個，한 딱禮拜就好完。一度賣20隻。係啊，一度賣20隻啊，한 딱禮拜。唔聽啊！唔聽咁講啊，你冇卡單按多錢啊？一日動都挑啦。動都挑，動都挑。其實你到菜市場買兩個便宜嘅東西贏哈。總百強，幾多菜市場地度，唔單槍買東西，會做一件當奇怪嘅事情。其實吼，我去市場唔係去買東西，我係去看人買東西嘅。因為吼，就是對吼，有一些當厲害嘅攤呢，佢會賣塑料啊，像係吸水啊、吸水嘅布啊，去污清潔劑啊，到現場示範安用啊。還有係佢會講吼，當厲害嘅話術，所以吼，我會偷到順頭看佢
用版介绍几个产品，长大了吼，偷偷拿来我的主持嘅时间做功课内容，系啊。你真正当厉害啦！你睇白冇上过做得安样，因为你都要碳饭吼，你都要碳呢吼，佢都当厉害。系啊，马街都唔会再前辈，全科一种在叫险门店嘛。系啊，大朋友、小朋友、男朋友、女朋友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卡手慢炖。蛋起来，你就没分哦，哎，你没懂厉害呢？刚刚学的，刚刚 YouTube 哦，刚刚学的哈。其实你都菜市场底度用板来偷到便宜，或者系最重要，都带有乜嘅技巧，有乜嘅空愛注意啊，八件。我个上千个奉献的动简单啦，因为哦是马个便宜是卖马个东西嘛，假使吼你去市场吼，假使挑价吼，让人推荐马个东西哦，嗰種東西哦，一定係基本當舊嘅東西，唔會快睇咧，其實買咩買睇，這個銷不出去嘅東西對，讓你推薦。所以哦，假使你係飲食的新鮮主義者吼，你唔會買挑價。讓你推薦嘅東西，不過假使你老愛強榮係揀便宜嘅主義者吼，你做得買挑價推薦嘅東西，不過了解細節是係你提起價嘅時間咧，該提起價嘅空間為動態。哦 ，OK， 小鳳哦，係啊，我每次都要買就要買超市的東西嘛，要堆屎啊，兩個懂堆屎的東西。要東西清到佢買唔得，我買就買啊，唔買不用避免咧，不用避免。沒人出嚟買東西，我要真功夫呢。啊哦，有買個空是搞太假。功夫誒。呀，嘅買米愛提供米價嘛，古時候嚟要買東西咩，我提供啲家私原本就添啲奶味，像嘅番茄、tomato 佢貴嘅時節真勁當貴啊，佢只便宜嘅時節咩吼，那個籃子幾盤嘅咩吼，5、6粒，5出奇。哦，真便宜啊！佢貴嘅時節幾咩算啊？幾咩算一斤哦？一斤就69塊哦。一斤差唔多爭一粒半甜甜嘅。一粒半還冇到2粒牛番茄我超過啊！係啊，係啊，唔啲佢最貴嘅時間，我去食番茄炒蛋，我自己去買咩吼。哦，鴨蛋。嘅電動去買片檔。真嘅。係啊，古種嚟說，一天我上個也係買個時節就煮買個菜，冇味道上我食買個菜你就去買，按人家成本會較高。古種兩個空口就係買堆屎。係我買堆時節。正經。係啊，像還有嘅買米嘛，像你米係凍結式嘅東西嘛，像我就提供米咩吼，Q 用嘅東西，Q 用係左水米，有你賣28塊，沒有你賣3升1 K，一中間嘅價錢就有正差。係，像我知道也應該就係新米然後 Q 米嘅差別，係放鬆咩有正差，有啲係倉貨嘅中心就冇平樣。係啊係啊，嗰種新米然後 Q 米咩有正差，佢兩個你咩懂了解咧？比件吼，給其他應用班來上錢咧。其實方法真簡單，你去菜市場去樹攤嘅時節去買，像做事啊，因為鄰居邊嘅時節去買，因為嗰種時機搶出來，像係青好市搶出來，跟因為去樹攤誒，條家講誒，樹攤就會加加賣出去，就會算你便宜，係冇？像我上來按等一下，佢就會買一送一，係冇？有可能我莫做變到我。三到等一下應該唔會充電啦，嗬。係啊，佢後背嘅買一送一應該唔係充電，應該係你接去樓下買到條價都縮資。冇唔錯，你啊清楚有，而且市場賣出嚟時一定要去固定嘅地方買。有人情味。係，哎呦，條話就講，誒，你係好朋友咧，要等一下要講吼，就做得買。哇哦！用誒。後面是自賣自誇嘛？好，充電來咯，充電來咯。有買充電嘛？上來講唔夠呢，用辦做sản婦做唔嚟做到聽講。做乜解？你上到講，當然我咩個做到講，但看起來真完整啊。做起來我強烈啦，唔講呢，唔好做起來看起來挺有錢，像係按用起就輕做得。哦，去打杯前排。有講人看到你阿幾好，就講哦，你係學生誒，一天冇買嘅錢。冇買嘅錢，可以去佢買菜，去佢。我揀股咯，我送你啦，係啊。係唔係？古時候大家做按用去買。我跟佢講，唔去買菜之前留嘅全部分1 K。啊，記到20 K， 我20 K， 我1 K。好白啦！你這個錢撈上腹漸漸的就讓你來。腹位咩漸漸啊？誒，真嘅咧，啲捱都唔掂，係要啲人鋪呢。咁你家有其他乜嘅方法？我方式較貼切啦，像我切假平常時啊，唔會標籤啲皮包度。
古时候接种都会用乜嘅？行通止敷啦，行通止敷買配啊，來配Google配一條配嘛嚟去敷，行個咩唔會亂罰錢呐，嗬。古時候係唔會人家吃東西就配，他會罰錢。我一問我真唔會，唔會亂買東西呀。古時候你就按用啊，用配嚟敷錢。絲綢咧，要做得比哦。定係講一下，我講台北絲油，真嘅。定係講一下，唔過有上時嘅絲綢就冇配嘛，其實你啲錢就少少嘅嘛，按用嘅就好了。嘿，因為啊，去採絲綢嘅時間，冬後持家。用蠻個，冬後持家，因為有上時嘅調價就講，哈，一袋啊，150塊便宜買啊，送本5啊，按用。唔過其實我就會講，見看我嘅皮包都漲存100塊。佢老調價講，而且調價我嘅皮包都漲存100塊誒，佢調價就經常講。唉，一1000元因為按用啲麼，一下來咧充電來啊！喺講啊，因為我帶投影嗬，投影很多客家人啊，一時後生人出嚟用個客家話講，拜託。你喺做片衰咧，然後你拖，然後你盤係嘛？冇調價，拜託啦。佢數要按咧，因為拜託。知道咧，懂奇怪咧。真嘅係悲情。冇，而且我講，好做啲後生人我講下100塊送本5。細妹唔夠行做啲曬奶嗬。係啊，曬奶要當蔥油啦。唔過咧，搶藝咧細奶人嗬，攞佢曬奶叫做買個150塊，加講唔錯200，講唔錯啦。佢飛機去菜市場，還有其他買個方法，買個技巧。我老子魚差唔多，我都會去壽司街，還有壽司街店啊。像我從下是去個市場已經店嗰時係賣雞肉、鴨肉、鵝肉，賣杯雞肉。網上係杯嘅就全部有係。韓記街哦，我是第一當嘅12點半。當就12點半，其實可以上嚟收，我是會12點半嘅時間去買。我舒坦嘅時間去就合算嘅貨。係，首先我講我當壽司機，我講咁啊，因為佢買嘅係肉。哦。我講啲佢切唔切？係啦。係啊。其實家太教要講到咧，喺真正係一個當好嘅方法，就係佢喺舒坦嘅時間嗬。因為用文講咧，要當到嘅點頭價唔係踩天然，其他地方留貨端過來、割過來賣，嗰個。佢割過來賣嘅時間，佢就唔想喺攞佢再個轉去，嗰個會舒坦嘅時間，佢便宜。太放鬆，大放鬆，漂流太澎湃，係唔係？個到菜市場托東西嗬，有乜嘅比嘅？加百強要講到買菜樓買海鮮嘅時間，有乜嘅攞你推薦嘅時間，係冇愛買。哦，百強先生來咧哦，自家講自家係百強先生，國謙老師。假使我要買青菜啊，我那要看啊，佢個實際要變色麼？假使我要買水果啊，我那要來看咩看，假使強按啊，你是做唔得買啊？假使吼佢個水果個頭啊變色咧，佢是做唔得買安樣。佢接送去昂菜市場嘅小房，有乜嘅其他？從家頭嘅講似唔似咩？嗬，嗰還有一點買海鮮咩？嗬，半夜就唔好去買。係因為台灣咧市場太普遍，就會半夜會消失啊，消失係。嗰時候半夜行不有賣海鮮嘅咩？佢但是就係禮拜賣春咧，賣春咧佢半夜繼續賣。嗰時候半夜唔好去買啦。係啊，還有就講我知道啦，買菜最便宜嘅時間係拜4個拜5。會買嘅拜4拜5。因為佢半夜係休息嘛，嗬，佢半夜佢會割貨，準備來賣。半夜割貨我賣到那樣子，我賣到拜4拜5家下。佢我希望講佢割落啲東西，結落去冰冰提去，嚇。再個拜5按不條割新嘅貨來，因為停定就拜到禮拜，人還會較多。故所佢拜2割嘅貨咪好賣到最便宜嘅時間就拜4個拜5嘅時間。故所禮拜2日電動還唔會便宜。係啊，因為人較多，咁嘛。冇問題啦，我講實驗咯。哦，我用嘅海鮮去拜幾去買，較好。海鮮去拜幾？喺我要知道係禮拜。哦，禮拜。為乜解咧？因為佢拜1愛料嘛，拜1冇人買啊，而拜1行拿出來賣咪嗬，我買嘅人就表示講唔錢啦。係，故所佢禮拜我當主家叫我數嘅啊，佢留低咩無效，故所禮拜我當主嘅時間去買。係，唔過也就有關聯，就講我較唔似冇啊。係，真嘅，再托過。冇關，你買咗人就夾實啦，咩冇想講有冷凍庫就青菜餅。故所小鳳真嘅喺菜市場止神。神夢。
啲朋友當中係唔係咩用按嚟做人嘅囤貨嘅人？唔係啊，像至於按定影響咩吼，如果買菜咩都得老頭家去按嚟攤談，叫人就把壽司講又買專門賣菜啦，又專門割豬肉嘅啦，又專門賣雞嘅啦。一時常伊許多咩吼，佢想講，哎呀，後生人嘛，吼較辛苦，佢家私佢都唔要做得滿嚟多。係啊，你講嗌本村冇關係，唔多在村嗌佢都唔用嗌啲。係。不過平常時候都菜市場唔單止係賣菜，還可以攞去搞乾一下，將嚟搞乾啦。係。嘅觀眾朋友，到菜市場買菜加糖袋對好嘅結果，又買到便宜，又省到錢。唔過，你到菜市場嘅時間，有省時嚇，會買到當爛、當唔好、CP 值當大嘅東西，都帶到菜市場地圖會拄到嘛？嘅 CP 值當大嘅事情呢？你閒聊一下，等下再來，我再講了。越聞越香哦，感覺你唔係偏手嘅味道嗎？偏手嘅芳香劑係嗎？係啦，偏手嘅芳香劑，唔係偏手嘅味道。你係見你哦，要噴你係香水哦，喺我問大家，我屁款冇？動潮。歡迎到咗嚟後生睇上個嘅節目現場嗬，家要講到嗬，你到菜市場貪便宜家下，省時還會馬足屍體，對不對？給菜市場知識，要託過馬街不好的東西，爛貨、L 貨，而家菜市場知識咩要託過係冇？咩？因為嗰種東西較少賣，我係賣嘅變多嘅街。組合佢很多都變嘅砧板，成變咧，個嘅塊嘅組合嘅，因為嗰陣時看佢講啊，你冇，我當時講佢嘅焊接地方有冇，會上路，會生鏽啊，跟你細好嘅東西實嘛，啊，古時變上去以後佢就會上路，我切菜多嘅去變到嘅上路嘅街，跟那做定咯，係啊，最後就看破病態，一種東西真係係六年嘅題材加油錢啊，我唔會看人按醬地杯全爛。係啊，真用2-3個禮拜就派曬，真上路誒。一扛起來真係當定嘅，白鉗，你眼會托東西嘅嘢，到市場行面要托個當唔好嘅東西係冇？我就去個市場吼買個一罐香水，嗰香水吼一罐凍好哦，凍就提色咯，看起來凍幾多錢？100K。哇！100K 嘅東西應該很敢買哈。因為是我100K啊，買就不划，沒買到就錯過了嘛。100塊買錯就算。結果咧，該東西吼，你起皮吼，凍香哦，凍好，係凍好，咁講係帶到我轉豆腐下吼，我長發現皮來皮越聞越香吼，感覺你唔係偏手嘅味道嗎？偏手嘅芳香劑係啦，偏手嘅芳香劑，唔係偏手嘅味道，偏手地圖嘅芳香劑啦。我將佢變手你係建議要噴你係香水哦，喺我問大家，我屁款冇？凍潮。其實啊，白客呢種東西哈，應該就專開來賣下好啦，真的啦，就是呢種東西，你白客嘅香水，你咁做得來噴，可能會留人嘅皮膚會爛，會爛嘅哦。佢哋㗎有買過 L4 嘛？有，我啲菜市場有買過，非常累到係啊，係點話係？非常想你講廣東話。冇啦，非常唔好嘅係啊 ，L4 啦，非常得人驚人點啊，因為嗰時係當時行嘅 All Star。All Star， 就係帆布鞋哈。係，嗰隻學生時期當時行嘛，不過一雙差唔多2000K，嗰時知道當貴哦。佢嗌出看到菜市場有賣嘅水貨，一雙爭390甜。係，嗌出想講係價。黑價嘅水貨啊，唔過就是到做得看一下嚟搭配，其實咩冇上過，睇價咩看唔出來嘛，冇上過。係啦，唔過嚇，幾時間嗌做一 All Star 嗬，要應該落水田嘅時間，
出紧做呀，欧斯达，紧做出紧金水。哦，金毛放水嘛，金水出酸嘞，那就攞去大口嚟看。你开始，你烂体嘛？嘿，出烂体咧，开追咧。一张嘢天天，我記得一張嘅也兩張嘅天開追咧。立大。嘿，我出攞去大口嚟看一下。結果底部都係賣給你哋嘛？是啊，治病咧，哇，太歐白啦！對啊，出當歐白嘅，其實就想講，唉，幾便宜嘅東西有上才係冇好貨啦。好貨唔便宜，便宜冇好貨，真嘅日本錢日本貨，真係注意啊！跟住嘅托東西嘅時候，會當去注意到，會唔會台灣之錯嘛？有誒，我頭擺我真看一下係唔係 Made in Taiwan？MIT 嘛？因為佢自己就會知道佢有包裝啦。我亞下其實當到東西都係中國嘅未來之中啦，係有牌嘅東西咩係哦，係推廣啦，冇唔錯，常常人就知道，有啲東西就按用接數去做啲啦。所以因為成發種種嗬，會潛到唔係 Made in China 東西，就習慣變做自然嘅感覺嗬，嘅自然咯。像我平常時其實冇真嘅去注意講，係產地係哪片嘅，因為我剛剛了解青島嘅東西都係大陸做嘅嘛，古數咩了解青島係 Made in V 哦。MIV Vietnam 哦，冇唔錯。古時我就唔會特別去注意講，唔過那係出國去了解世界，我就會特別注意，因為你都特別做別人嘅出去了咧。古時你買嘅東西應該會幾片嘅東西。如果家要講到嗬，就會我頭擺有個同學嗬，佢去嘅法國去世界，去買東西轉來，佢買個盤嘅，個巴黎鐵塔嘅盤嘅轉來，送本藝做電路，結果藝變到後尾一看 Made in RPC。RPC 係嘛？PRC 啊，PRC 都係嘅。結果藝後尾真想到，PRC 先將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簡稱，叫係 MIC 啊，係唔係？嗰時候兩下真勁哦，萬奈真係本意偏到嚟講，咩萬奈就係 MIC 咧。我兩下散冇好散嘅啦。係啊。唔過我知道冇關係，就有啲東西，你自家做現在就做得。從我細年嚟行世界下，我嗰時攞去現在買嘅台灣嗰種。那種紗布衣啦，較透氣的純棉的啦，吼，嗰種透氣的衣服，我就專門買台灣的。啊，台灣的價錢咩唔會較貴，佢用當便宜。不過我做真奇怪係，為乜個台灣貨？佢哋會設計我按奇怪，一實嘅哦。但係我老太家講啊，可能係你從細到大冇嘅培養嘅味學嘅教育，佢哋較淳樸，較有嘅台灣味。然後大家會都用方會戲稱就叫中華民國美學，就係較簡單、較樸實吼。不過真嘅我眼有朋友吼，佢叫新年過後會當走到日本去買本新年做嘅衫褲呢。有啊，小鳳唔會按呢嘛？有啊，嗰陣時就為到我冇問兩歲坐飛機唔是錢，你當去日本咩吼？哦，跟我不用是買到時跟莫做賺風點嘛？係啊，件衫買當到啊！當買嘅就買嘅。不過你係後悔嘅，因為有啲嘅衫咪都後來咩吼？嘅圖上嘅拿出嚟當執翻見到，有啲嘅衫褲係新嘅，根本就冇做到新嘅嘅太當假，送朋友啦，根本就係就只靠送人嘅啦，係啊。冇聽浪費。一天時間去買冷天嘅衫褲，結果到冷天冇一邊行到睇，做唔落噶，係唔係外地嗬嘅王太太消費力非常可怕。嘅飛機哦，你應該沒有這個冇兩個問題哈。應該到市場地度，我都會找個固定嘅攤位來賣啦。係啊，韓國是係從嗰啲嘅推動嘅片嘅市場啊，因為佢離開社頭韓國虎尾東區，所以市場都在到市場賣到社頭嘅襪子，韓國虎尾嘅毛巾，係，佢倆是絕對係台灣製造。係啊，因為我知道咁直接接觸皮膚嘅東西，所以我賣好，係，安樣好。嗰個片動作是從咩係對沙頭啊、父母啲用特別來割貨來賣。係，其實話個從該片嘅市場是賣得到啦，佢後北部嘅市場係從因好冇看到，係啊，佢因為嘅是市場地位都太貴嘅東西。
我咪唔會買。你唔會買？唔會買，梗係拄到問題，你親冇條價。真嘅係冇地方好買，其實啊，就唔敢講啊，古天咧啊，像拜宴啊，咪講思從修飾嘛，吼，古種買出嘅也就要較少，我變到當到拜嘛，該拜嗰種買嘅買南北貨啦，買南北貨嘅啦，乜該做油嘅啦，不過嗰種要注意，油到嘅咪吼，基本要攞去買，出問題下禮拜佢冇來，古種一聽話古天咧，可能係流通嘅，叫大家私藏蠻耐嘅只有嗰種啦，係我就是買過嘅床主有嘛，床包佢係一包嘛，有兩個枕頭套，有個被單，個個床單，係就嗰種，啊佢一包咪吼，因為佢拿出來擺，我講誒不錯哦，誒沒一便宜咯，我就買，我拿中以為吼，大概佢係兩兩裝棉被，兩兩被單，結果個枕頭套冇。面床單咧，面床單咩冇？我就記得人家頭先講咧，佢買大概一個枕頭套50塊，咪佢買20個，我就不如買這個嚟當冇嘅。嗰皮蛋應該較貴啊。皮蛋較貴。佢貴無效啊，咬貴煮嘅，較強啊。這兩兩皮蛋要多嘛嘅？有冇兩兩皮棍？係啊，真係買皮棍啦。冇，結果下禮拜二就冇來，唔知嘛？我就簽唔到啊。這個你阿種真運動鬆腦筋吼，這本運動片吼，因為佢係流通哦，你阿時節你阿禮拜買咧，下禮拜假使發現有問題，像係換貨也係退貨，下禮拜唔知做到哪去，可能做到主動私藏去哦，沒有可能吼。平常時吼，你到私藏嘅時節，還有一個事情會發生。當到嘅叔伯阿妹吼，為了上漲東西，你聽有人嘅經驗，因為市場之神去講他。就頭前講嘅嘛，佢生意嘅衫一兩50塊噶嚇有冇？我就สั่ง，我說誒一兩好看哦，我就先標隻對嘅，就標喺骨頭哦。誒一兩好看哦，我就標喺骨頭。結果我สั่4-5兩好看咧咪？一衫冇賺啦，誒冇咧，嗌嘅十夫咧，因為佢連買，依個好看咧咪嗬，一聽我夾夾卡啲數項，而且都冇攞嚟標下來，跟住標下來就唔咩嘢。標下來就唔咩嘢。係，而且卡啲數項，啊人數啊白卡太條嘅，係啊你沙卡到兩條嘅，一條婆婆媽媽阿姨咪真言動聽，咁佢到 talk 咪有冇做對，佢數項拿定咧，冇做啲看人數項嘅，哦，懂你看咧，就是你講。那吃在碗裡，看在碗外。哎，對，因為嗰時也一條數項卡定啊咧。真嘅，你市場上嘅叔伯阿妹吼，莫緊看到嘅獵物啊，唔對我做一記咧獵物嘅生意吼。誒，到市場上嘅時節吼，唔但搶為留嘅叔伯阿妹搶下來上漲，同時咪為留叔伯阿妹來合作來賣東西啊，都帶到市場上。後生人用翻來留叔伯阿妹搶下來合作咧，你先聊一下，等下再來繼續來講了。我買2條，你買3條，我出40條，白妹就講好啊，兩仔就丟故意到頭講。聯合次要敵人，打擊主要敵人就會給彈翻哈，就打擊主要敵人。哦，歡迎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吼，加有講到，然後叔伯阿妹吼，到市場上唔單搶有競爭嘅關係，還有合作釣具嘅關係吼。做嘛間用板佬嘅叔伯阿妹來搶下來合作嘅時候，因為前一波嘅個木瓜真便宜嘛，個一條木瓜動態條裝賣30塊，啊有陣時市場較細條嘅2條賣50塊，不過咧。唔係大組去買咩嗬，100塊都得買5條木瓜。唔過你係講一條20條咁唔買啊？你一條買5條，買5條算唔落，算唔落用㗎咋？我就看到一隻白妹啲嘅名一下啊，你名一下。可以有緣嘛？咩咩講義啦？咩講義啦？我講佢見到通木瓜咪嗬，佢動有興趣嘅款啊，就講誒冇按你好冇？我冇按到，我買2條，你買3條。我出40塊，白妹就講好啊，兩仔就丟故意到頭講。誒，安尼真係懂好咧，就做得牢嘅，把聯合次要敵人，打擊主要敵人就會給彈翻哈，就打擊主要敵人。嗰種合作唔就給做市場上搞朋友哈，我們的大學長。係面色青島。真嘅哦，係講唔平。冇啦，全部白妹啦，冇啦，阿姨。真嘅哈，哎哦，你就是師奶殺手。師從師奶殺手。即係上次講啊，蒙哪一條車價哪去好嘅？
大学长安尼做唔对哦，给下尾嘅项目会学到吼，学起来，坦白就做得。好，给老叔伯阿咪合作嘅经验，给你讲咩有安尼吼？係藝咩用安樣嘅經驗，就像家下先前小朋友講嘅神父啦，托神父嘅時候聽錯誒。卡啲數吼，卡啲數吼，喺某一下就拿咗去嘅。不過人家貼嘅經驗，有一班人記得吼，去菜市場買神父啊，就讀到當到嘅叔伯阿妹，為老人講講什麼，講啊一下，人嘅身材好，老藝妹強用，嘿，幾時間藝就啲菜市場像model強用啲嘛，見啲比哎呦，然後吃到有上次懂等一下，他們懂反啦，咩懂困擾吼？不過吼，你到菜市場吼，上次會讀到嘅人嘅豆店嘅東西哦，豆店貨人嘅百貨公司管體去大用體去嘅豆店貨有買過吼？有，像藝媽媽接送都會買到按用嘅東西。按用嘅神父，藝媽媽真係菜市場嘅達人。菜市場果樹就菜市場果樹，唔講啊，接送咧買到嘅導電貨啊，啲品質係非常嘅好嘅，像買個伊利名店啊，係牌本見過牌。韓國藝媽媽咩非常瘋狂哦，像係呢。大隻禮拜三，係講有同學嘅店家吼，而且會大早調好鬧鐘，哄床家去搶好貨。叫做設天鬧鐘誒，真係設天鬧鐘嗬，見唔見我去菜市場，好設天鬧鐘，今日咧家去搶好貨。一當初捱到日本家下吼，因為大家地方日本家下有嘅超級市場，連超級市場都有特價時間。有。按照 sale time 就會睇落價嘅時間，要調好嘅鬧鐘哦。真嘅。3點就係3點，幾多3點空門搶。就冇咧，完全就冇咧，因為一條東西其實都會好東西啦，嗰種數據愛夾到嘅。真嘅。係，然後韓國幾大擺啊，就買咗那個時間就會見得，人係講，你點解見唔見買啊按獎嘅神父幾多錢啊？慢慢懂定一下。懂定一下，其實就像去奧利強用啦，或者懂便宜啊，亦都冇嘅啊。係知道好理解媽媽好，老小鳳嘅補養，老小鳳本人。做地皮哈，做地皮。強下結盤，強下去菜市場，就天下無敵咧，天下無敵啊！冇對數咧，冇對數。嘅最尾吼，要搶大家來小結一下。到菜市場吼，飲便宜嘅時候，要注意哪一條嘅地方，莫才不會扔到地雷啊，白欠。我小解一下好冇？我係感覺吼，你一種價錢嘅東西哦，係仍然冇熱停嘅。假使吼，你像我們油價會浮動。係啊，假使你買東西啊，假使你討到便宜哦，你可能喊回去更加便宜嘅東西，所以白欠線上就來咧。白欠線上嘅名記我來咧，白欠來咧，嘿，白欠來咧啊！我老公分享嘅是，假使你討到便宜之後，千萬唔可以去看。強用嘅產品吼，到其他嘅攤兒賣嘅價錢，因為你當就可能會發現你剛剛買到嘅新手感，讀到討到便宜嘅新手感，啊更便宜啊！死到啦！因為比價是這樣，雖然是從頭來講吼，貨比三家不吃虧，不過你永遠比到是倒數第2家，真嘅，我哋真係會壓死吼，真係會壓死嘅資源哦，要買愛注意嘅地方。要注意，基本上要注意，像導電貨未做地，導電貨，客家先 Q 哦，哦，真係都客家冇人。唔講啲嘢買到嘅假嘅東西，因為贗品啊，市場青島係掛電講，你係水貨嘅名號，唔講買嘅係假嘅東西。唔過青島數講啊，把口腔感覺你也未做地。係啊，盲車白地就做地，做地就做地，低地咪做地。真嘅，跟還有青島有其啲細妹人，然後注意嘅吼，就會你會試從以前，然後先寫好要買乜嘅東西，因為你冇寫好冇 check 嘛。我有一個 checklist， check 了後當做嚟買，那係你冇 check 搶單啊，你去買嘅時間。check 完要來。check 看到青島嘅東西啊，都清爽愛嘛，係就會買青島，就會買到唔需要嘅東西嘅。嘅呢家要買建議，
真嘅像自己讲诶，真嘅 check 因为有上次菜市场嘅东西动多又动便宜。千万总得心泡泡的想爱去买就买，真的。嘿，因为当便宜的东西买到哪个时间唔好用，也系用唔到，就当大送啊。韩国每次都跟他主持里面有讲，货比三家不吃亏，也系真嘅买东西啊。听说而且上好些啦，韩国尽快那嘢，真系最便宜，真去买。韩国爱知道吼，有得调价嘅化疗法，绝对唔好使用先机。真嘅，因为像有一摆我就记得，我去买嘅当初咩迄衫褲吧，還係我唔記得咧。當初佢調價就講，唔是少，係講唔好哦。下禮拜我會來，結果佢就冇來。下禮拜可能下星期都唔會來。係啊，就明天嘅啦，你去那邊嘅啦。真嘅啦，下星期都唔會來啦，我跟你講啊。下星期叫做做到 Nike 都唔抵啊，佢簽機又簽唔到啦，真嘅。不過而家咩係按照算到懂腰嘅人吼，精打細算，我們小資族啊，冇錢嘅人嘛，想做啲精打細算，算到佢零頭後面100位。真嘅，安尼漳州的介紹無咯，有咩建議？像家下講嘅買幾度有用到嘛？咪說買菜咪夠用啊？咁買菜咪吼，唔假使講冇煮，唔過較便宜，買得不用冰箱咪吼，不用比快睇，安尼咩係浪費我知道。像還有嘅，我有一擺我像我電腦擺做生咪吼，我朋友打電話俾我，講佢叫買到好東西啊，我買到好東西，然後嘅鱈魚、蟹魚咪吼，講兩袋。120塊，用按便宜，冇可能的事情呢。我堂同學就講冇可能，我懂小，我講你買到了嗎？他講我買了，然後快咧，快睇，用解釋。啊，就一塊，你根本就冇可能按便宜嘛，講一袋係有可能咯，兩袋根本就冇可能嘅事情。我不較碰也係用嘅，唔過市場嘅蟹魚蛋色就較盤，切較盤較好賣啦，跟住阿婆唔好按破嘅，哦，我轉去看咪吼，我咩行看唔出啦。我結果去用路風對，因為我提供有一種老鮮凍槍嘅，我攞油係你嘅沙拉油嘅就油，係3點水嘅油，我咩冇塗過，唔過我提供有安尼東西，我就去對個相片來對落，快咧，真嘅係油，cái油食落去咪吼，是phải歐里度嘅哦。真嘅，老太補充一下，剛剛講到嘅蟹魚老油嘅差別，嘅蟹魚吼，一般講嘅蟹魚就是白蟹嘛，係扁蟹，然後正式嘅名稱扁蟹，佢係扁蟹啦，即唔係按鹼啊，嗰種油啊，佢係正式名稱叫做鹼蟹。圓圓的嘛，圓啦，那個鹼蟹，但是鹼蟹係魷魚的一種，就係講，佢油嘅成分哦，差唔多有5個1股，規身呢有5個1股都係油哦，按度呢，係唔係？規身呢就係油，古說加個油咪吼，而你重味咪吼，都唔掉，吸收不了，冇辦法。最後唔到都唔愛大粗皮咪吼，結果唔好。大出油哦，嘿，你跟牛那個忍不住，牛唔睇啦，牛唔睇，那個忍不住的，跟連絲就冇吃，個就變態。我想哦，根本哦，給市場直升轉去啊，又係開算盤哦。你們也係朋友買係嘛？係啊，我不靠冇算盤，要嘅開鍵盤，鍵盤呢啲。係啊，佢大家講到青銅吼，菜市場底度，用辦買到好貨，用辦去散票叫做快貨、L 貨吼，嘅電視機條件嘅觀眾朋友，聽錯冇記得兩道嘅技巧，最重要係我有個 checklist，冇一擺買到聽到，結果買到冇重要嘅東西，希望今日大家分享嘅技巧，要做得俾大家來參考哦。我記得下禮拜同一個時間繼續來收看《後生太上宮》，要話太假多，你哋爭來聊聊，拜拜。